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伫过去的日子中间，而且疫情经过的中间，你拢保守看顾阮。虽然阮有时会拄着困难挑战，但是阮明白你的恩典够也阮用。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，所以阮用欢喜得调的心，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，就是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感谢你，学罗你。上时也要透过礼拜搁一遍来听叹你的话，恳求主你赏赐阮有安静的心、敬虔的灵、专一的心智。互阮伫整个礼拜中间，会当感受到你甲阮同在的美好，也透过你所赏赐的话，阮得到快乐，得到信心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阮摆渡所有你无欢喜的一切。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得到你的欢喜。阮特别也要为着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来向你恳求。阮特别将妇女诗班仰望伫主的手中，将今仔日的诗琴、诗会、传讲信息的牧师，拢交代伫主的手中，由圣神来引带阮，互阮诚做主你所使用的器具，互阮会当荣光你的性命。恳求主你也保守看顾阮整个礼拜的过程。主啊，阮也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年教会，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，求主亲自保守看顾。我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会当荣耀你的性命。今日伫礼拜结束了后，阮也要举办2天的牧师中级的见习营，恳求主保守看顾所有你的器具、你的萝卜，互所有的中级同工伫这2天的中间去思考主的心意，领受主的互阮的使命，然后照安尼去行。恳求主你祝福阮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机构。无论是幼儿园安养中心，亦或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，主你拢带领保守，使用这器具，诚做万民的祝福。主，阮也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束缚看顾，引带保守。搁无久的将来，伫后个月，阮要举行县市长、县市议员以及里长的选举，也要通过这边的选举来决定18岁的公民权。求主，你赏赐台湾百姓有智慧，会上竞选合你心意的人，来好好治理阮的国家，互台湾这个国度真真正正会当充满主所赏赐的公义、和平、甲仁爱。求主也赐福保守台湾的正教会，互阮会当排着十字架来荣光你的性命。恳求主看顾这一切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着甲我俄罗耶和华做大，做伙尊崇伊的名。请三角来吟诗俄罗上帝，新圣诗第265首，新圣诗第265首。咱着敬拜主上帝，吟全首，请起立做伙来吟。做伙来祈祷，至圣至尊至高的上帝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阮的天父。对有世界以前，你就听阮、敬选阮，互阮成做你蒙福的儿女。每日享受伫主内的管顾甲保守，无论阮伫倒落做啥物，你拢同阮伫地。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今仔日是主你分别为圣的日子，阮正蒙福的儿女，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，恳求圣神的同在，我要用诗歌甲用诚实的心灵来感谢俄罗你，愿你降落甘露来润泽阮的生命，互阮伫新的一天，加倍领受你的恩典甲祝福。慈悲怜悯人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回顾过去将近3年，全世界的百姓受武汉肺炎病毒传染的严重伤害，你有顾守阮台湾国家平安，无受大的伤害。互阮感受到伫你的十股的下面的温暖自在，上帝啊，求你带领阮向前的脚步，使阮有顺服的心、谦卑的心、吞忍的心、感恩的心，赏赐智慧，甲上帝你的真理刻条伫阮的心内，来荣光上帝你的名。这时，你的囝儿用忧伤痛悔的心伫你的面前，咱知咱的心思意念会无坚定，有时会闪避应该负的责任，有时想到家己讲的话心内不安，有时想到家己所存的歹念头满心见笑，求主赦免，求圣神伫阮的心内做工。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清洁阮的所行，无袂记你，咱是上帝宝贝的儿女。这时也要为咱中间新心灵无爽快的人代祷，求主医治因，互因的身躯早日恢复健康。心神软弱的人，求主来坚固伊，赏赐信心甲愿望。领受主的恩赐，成做主合用的器具，来利益人荣耀上帝。也要为着今早起正道的蔡牧师来祈祷，愿圣神甲蔡牧师三角之地，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帮助，
阮的所求若合伫你的旨意，求你应允成全。即时要用主教阮的祈祷文，齐声安尼祈祷。阮伫天的阮你的产业，你我的好，你的旨意是行，你的进入你，阮是平安，下面阮服务，亲像阮下面服务的人，无尽管理。有关他们的爱，因我他们变成终极所有，大家都是阿门。请做伙来交托启恩文，启恩文第9篇，启恩文第9篇，请献归圣诗的后面第13页。我来刻，恁大家来印。启恩文第9篇就是诗篇32篇。过是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压榨的。耶和华无算伊有罪，伊的心无奸诈的。我静静的时，我的骨头孤单。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。我讲，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。因为安尼。伊若生虔诚的人，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就祈祷你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。你要用得救的我性命为我。我要注目看你，来劝戒你。要用马架姜、马罗索约束伊。歹人受侪侪苦难。恁义人啊，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这时要请妇女合唱团来学乐，歌名是《我要我的主唱歌》。我
愿这那俄乐，愿这那优美的俄乐歌声，透到阿爸爸的宝座前，主啊，求你欢喜来接纳。咱要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3章9到17节。哥林多前书第3章9到17节。请掀开现代中文译本新约部分第255页，亦是台语汉语本第188页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。阮是上帝的同工，恁是上帝的田园，恁嘛是上帝的建筑物。我用上帝互我的恩赐，亲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下好地基，别人伫伊的顶面起造。毋过，逐人拢要谨慎家己安怎伫地基顶起造，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。无人会当下别个地基。伫即个地基顶，有人要用金银，也是宝石起造；嘛有人要用木材、草、稻果建造。第13节，到审判的日，逐人的工程好歹拢会显露出来，因为大火要显露。搁试验逐人的工程，互迄个真的品质出现。若是伊所起造的工程会堪得火的考验，伊就得到报赏；若是伊的工程互火烧去，伊就亏损。不过伊家己会得救，亲像对火刃倒走出来一样。第16节，恁一定知影，恁是上帝的殿。上帝的灵踮伫恁内面，所以若是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一定要毁灭伊，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恁家己就是上帝的殿。愿上帝祝福听到伊的话，搁照安尼去行的人。今早起本堂的蔡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属灵的儿女第4讲。建筑师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神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搁一遍组织阮伫你的面前，互阮有迄款的福气。来领受你的话，主，阮即时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，互阮的心会当专注、敬虔、诚实，听叹你的话，也照安尼去行。阮相信透过安尼，阮的生命毋单单得到改变，也会当互我甲阮接触的每一个人领受祝福。恳求主你帮助阮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牧师今日要用咱所读的经文，甲大家分享一个未来异象。咱拢清楚，明年是咱释教110周年的纪念甲庆典，也就是讲，双年教会伫即个地区。奉主的名所设立，已经经过100冬，搁过10冬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领受上帝真大的恩典。咱所徛起的这个双年大楼，是完成伫1973年，也就是到明年已经使用50冬。所以自从牧师伫7冬前来到咱的教会。都一直有教会中建的呼声。当然，咱来明白，中建教会毋是干那起造教堂，中建教会嘛毋是一时啊就会当实行，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规划。如果确实咱若安尼讲，
咱十当了后要开始动工，咱伫今仔日开始就要做准备。亲像咱看旧约圣经同款，大卫要起造圣殿，但是伊无法度亲手起造圣殿。圣殿是对伊的囝所罗门所完成的，但是大卫做一件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大卫为所罗门准备了材料。若无大卫准备这材料，所罗门无法度完成起造圣殿的工作。所以，咱要知，咱要提早做准备。当然，牧师也要互大家知影，教会的重建，唔单单是硬体的重建，也是教会突破的一个机会。过去牧师伫第一间服侍教会，就是台南中会富强教会。阮嘛有经过教会重建，阮对教会重建的开始，一直到硬体完成，总共开10档的时间。伫这10档的中间，毋单单是咧设计硬体的教会安怎起造，上界重要的是每一个信徒透过这个建堂的过程中间，定心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所以牧师期待大家同一心志来致意参与这个事工，成做一个真好的建筑师。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起到对教会的概念是安怎讲？教会伫圣经中间希腊文的原文，毋是指一栋建筑物。毋是指互人聚会的所在，毋是指有插实物件的所在，是指一群被呼召的人。这群被呼召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恩典、负担使命的人，被称作教会。所以咱今仔日讲双年教会是啥物？毋是指双年大楼，双年教会是指你，是指我。咱就是教会，拄则经文真清楚，甲咱讲，恁是上帝的建筑物，恁一定知影，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点伫咱的内面，也是就是讲，咱的心灵就是一个圣殿。这圣殿若无起造好势，怎样上帝的灵会点伫咱的中间？所以牧师要大家提醒。要重建教会，毋是简单起造一栋建筑物。重建教会是，互咱即群被上帝呼召的教会信徒，重新被起造起来。也就是讲，咱重建教会以上是包含整个教会信徒，搁一遍信仰甲心灵的更新甲重建。咱一定要记住，咱就是上帝的殿。是要迎接上帝的灵点伫咱的心内。保罗讲，如果咱若本身无被建立，毁坏上帝的圣殿，上帝会毁灭咱这个人。所以，牧师搁一遍强调，教会重建真正毋通注重咱硬体顶面要用什么款的材料，要安怎起，要安怎使用。反倒当是整个教会信徒灵命的塑造，安尼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。就牧师咧观察，咱双年教会确实是一个受到真大恩典的教会。咱看，咱有100多档真丰富的传统，咱有上帝赏赐真丰盛的产业，咱嘛有真优质的同工甲信徒。咱过去双年教会这前辈有真长远的眼光，过去看去台湾社会发展中间的需要，因就想讲上帝伫即款的情形爱咱做啥，所以咱设立真侪服务性的机构，无论是幼儿园，无论是安养中心，也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，透过安尼来分享上帝的疼，来服务社会。伫教会中间。牧师嘛，感觉真大多数的人拢彼此相疼，咱拢同心合意咧兴旺福音。
牧师有机会去外面开会，一真济场合中间，大家拢对双连教会真大的懊恼。但是牧师也这个时期要甲大家做伙来反省。咱伫即款的下面，咱更加应该毋通骄傲自大，咱爱谦卑来反省。咱其实也有真济欠缺，咱对上帝国的较无也是不足。咱的价值观受到世界影响也是真大。咱咧推动宣教，伫咧尽社会义务，伫咧追求和平公义顶面，也有真大进步的空间。咱望咱家己的心肝想看卖，咱敢是听家己比听上帝较济？咱拢先看家己的需要，较看厝边的需要。咱听家己赢过听厝边，其实咱真严肃来评估，咱离上帝的标准，实在是抑阁差真济。所以牧师要互大家真清楚，咱今仔日要讲中建教会，咱即群受呼召的信徒，必须要被中建起来。互双连教会真正伫上帝眼中，诚做伊所欢喜的器具，是一间优质的教会。牧师嘛要呼吁大家，咱继续为着这个目标来向上帝恳求。牧师爱大家做伙来诚做上帝的儿女，咱扮演一个聪明的建筑师的角色，咱做伙对家己开始起造，然后来起造整个教会。所以牧师今日要对三大方面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，要安怎起造，要安怎来重建。第一项，做一个建筑师非常重要的是，咱爱将这个根基拍好势。咱拢真清楚，咱的基础若拍好稳，建筑物会当起了真悬阁真坚固。但是万一基础拍无稳，咱检采用上介好的材料，去甲真悬真水，可能一片的地动，这大楼就倒去。所以咱会真清楚，咱的信仰嘛是相共。保罗安尼讲，保罗讲：“我用上帝给我的文书，亲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立好根基。别人伫伊顶面起造，但是每一样拢爱谨慎家己怎样伫家己的根基顶面起造。”保罗伊咧讲伊的使命，伊受呼召的任务是啥物货？伊讲伊得到上帝所授予伊的恩典，照上帝给伊的文书。伊亲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亲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。伊做一件代志，就是将迄个根基拍好在。伊讲伊做基础的工程，伊知影伫一个教会中间，一个信徒的心内，如果若基础工程做无好，将来信仰就真容易放弃。地基拍好稳，厝体的规模就哪大，建筑物就哪稳固。所以保罗伫遮讲，伊伫信徒顶面拍好根基、立好根基的意思是啥物？咱继续来看。保罗伊继续安尼讲，伊讲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，无人会当立其他的根基。保罗讲，伊是上帝一个器具啊，伊是一个建筑师，伊替教会信徒拍好根基。这根基是啥物？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上帝借着保罗，将纯正的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耶稣基督为着人类顶十字架的真理，带互教会信徒。当然，伊下尾是互哥林多教会，其实是指所有的教会。这就是教会上介好的根基，而且是唯一的根基，真正的根基。一间教会的根基，一群被呼召的人的根基。如果若毋是定根伫耶稣基督的真理顶面，这袂当称作是上帝教会，这只是一个组织、一个团体尔。咱看见着真侪教会发生问题，都是无伫这个根基顶面下功夫啦。
那咱会当真正重视这个根基，我相信咱会当得到更加大的福气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假使讲咱教会有定伫10年后要更新建造，咱应该爱利用一开始的时间，就是今仔日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就决定要将这根基打好，将咱每一项心灵的圣殿起造伫耶稣基督的基础顶面，学习甲这个唯一的根基结连，而且常常甲这个根基结连。这是指咱每一个人要甲耶稣基督结连的方法，就是一再牧师一再提醒，就是咱要真用心。献心地读上帝话顶面，因为上帝话会当帮助咱坚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咱透过迫切的祈祷，透过祈祷的操练，来追求上帝的心意，咱这根基就稳固起来。这也是上帝所喜爱咱做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确爱伫这未来这时间。将这根基拍好在，当立好根基了后，咱接续就爱用心去做。保罗讲，有好的根基了后，咱就爱开始去做。去做重要的就是使用材料，材料无共款，会影响咱所起起来建筑物的品质。所以保罗安尼讲，伫这根基就是伫耶稣基督这根基顶面。有人要用金银，也是宝石去做；也有人要用木料、草、稻谷去做。咱看见着保罗提起着6种材料，这材料的品质是哪来哪歹，对金银、宝石一直到木料、草甲稻谷，这当分做2大类。第一类是宝贵的、贵重的，就是金银宝石，贵重的，而且有一个特质就是，伊会当受时间考验，这品质较袂歹去。另外第2部分，这木料、这草、这稻谷，这是粗俗的，是经袂起时间的考验。保罗这分做2部分，这是咧讲啥？咱来了解，就是立贴正确的根基了，咱这材料爱摕出来去做。但是保罗咧讲是只讲一个人哦，咱来明白。保罗毋是咧讲哦，我的文书较少，所以我的文书是草料，是这木料，是这稻谷。别人文书较好是金银宝石，毋是安尼。伊是讲咱生命中间拢有宝贵的。亲像金银宝石的材料，嘛有较粗俗的，这木料、草甲稻谷，咱拢有这物件，咱拢有这材料。你到底要摕生命中间的什么款的材料出来起造你的信仰？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我需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提出生命中间倒一个部分来起造家己的信仰？来分别为圣归乎上帝，是宝贵迄个部分，是金银，也是宝石，也是粗俗的迄个部分，无价值的迄个部分，真容易歹的部分，草木甲稻谷。你是用啥物来起造咱的信仰？我使用一件代志来譬如，大家就较清楚。我毋知影恁是用啥物时间来甲上帝亲近，来读圣经，来祈祷。咱有从一天中间上界有精神的时间，上界清楚的时间，保留来亲近上帝。也是咱上界忝的时阵，摕圣经起来，互圣经看。讲我应付一下，讲上帝啊，我上忝啊，我明仔载较认真读。咱是安尼。也是咱真真正正明白，这是对咱信仰重要的代志。咱来明白，信仰的态度非常重要。信仰这件代志非常奇妙。你若无开时间去经营，都绝对无修成。
你若清清菜菜、马马虎虎来应付，信用品质就是安尼。所以牧师搁一遍提醒大家，咱到底是摕什么生命倒一个部分来做信用顶面起造的材料？这甲第三部分有真大的关系，咱一定要去重视。因为第三部分就是什么？工程的验收。咱知影一栋建筑物起好了，毋是讲建筑工程完成，就搬入去住。伫建筑物使用进前，个工程要验收啊。阮今仔日咱礼拜结束了，所有的中级同工牧师拢要去参观咱所设立的这机构，特别咱要去三芝安养中心，咱有第4期的，已经伫要完工。完工了，毋是讲马上就当使用咧，搁起来工程爱去验收，验收了讲无问题，即栋建筑物才会当使用。现在兄弟姊妹，咱若立根基伫耶稣基督顶面，然后咱摕咱生命中间的物件出来起造，有一天啊啦，上帝来验收啦。保罗安尼人提醒。讲到审判日子，审判日子就是工程验收的时间啦。每一个人的工程好歹，拢会显露出来，因为大火将免显露，而且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，互迄个真的品质出现。如果伊起造的工程会当受到火考验，伊就得奖赏。所以保罗咱报一个好消息啦，这是。对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，对一寡人来讲是歹消息。有一天工程的验收，审判日子，上帝要亲自来检验咱的工程，而且上帝是用试验的火，这试验的火是表示讲一个真严格的试验，要将迄个真的品质显露出来。意思是讲，咱外口来看甲真水，有哪无路用啊？工程的坚固才当通过考验。咱知影，咱验收的毋是咱人，咱人看外表，这外表过了真水，富丽堂皇，完咧，互你通过。上帝是看咱的内心，是看咱伫起造的过程中间，到真正将迄个好的材料贡献出来。咱毋通想讲咱马马虎虎交差就会使啊！上帝要透过火的试验，验出真的品质。袂当清清菜菜、马马虎虎。咱若想讲，咱要用假意的敬虔来欺骗上帝，迄是上界大毋对。咱看一遍的试验，比如讲叫你伫大地动，这个试验就互真侪偷工减料的大楼显露伊的错误。所以保罗讲，如果咱若通过上帝试验，咱会得到上帝的奖赏。但是当时啊，伊嘛甲咱警告：如果咱的工程被火烧毁，伊就亏损。亏损意思是讲，咱无通过试验，咱就得袂到迄个宝贵的奖赏。但是保罗有拿咱讲一个，这歹消息中间的好消息。伊讲但是伊家己却会得救。亲像火内底倒出来同款，意思是讲上帝是怜悯的上帝。咱得救无得救是在于咱到相信耶稣基督，甲咱起厝起了好无关系。但是，咱虽然中间有一寡人无提出上界好的来起造，因为上帝怜悯也会当得救，因为至少也有起啦。但是咱袂当安尼想对无？咱袂当想讲好佳哉，反正我都会当得救就会使啊。咱毋通想讲有一天审判的日子你看人伫遐咧领奖，你伫边仔咧拍扑讲我看拢无奖。咱是为着要得奖来受好调的。咱将来每一个人面对审判的时阵，咱望迄是一个荣耀、快乐、欢喜的日子，因为咱要去领受咱的奖赏。咱要用这款的心态来面对严肃的审判。咱是为着要得到奖赏来活的。
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毋知影大家是用生命倒一个部分来起做信仰，因为我看恁大家拢做好，大家拢做敬虔，大家拢信仰拢做好。牧师嘛毋知影上帝什么时阵要来到咱的中间最后的检验。但是牧师只会当提醒大家，真正爱重视这件代志，从咱生命中间上较宝贵的部分摕出来起做咱的信仰。将来有一天，咱伫上帝审判的时刻，咱做伙来领奖，咱做伙来为着迄天来欢喜快乐。牧师也要甲大家分享。其实我甲保罗同款，我来到圣灵教会，我对家己有一个期待。我期待我会当成做一个心灵的建筑师，甲圣灵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努力，来起造咱的信仰。咱祈求上帝帮助咱应该爱努力，每一个人开始。咱拢将咱的信仰定根伫耶稣基督顶面，然后咱学习将咱生命中间上界宝贵的部分摕出来起造咱的信仰。如果咱每一块砖啊，每一个人拢会当用这款的心志来起造，咱所有被呼召的人拢安尼做。安尼有一天审判的时间，咱拢会当手牵手、坦然无惊吓，来迎接上帝检验。咱拢有愿望会当得到奖赏，咱拢会当建立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。有一天，迄天就是咱欢喜快乐的日子。咱想看卖，如果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用这款心态来建立家己的信仰。咱圣灵教会会成做一间我尼啊受祝福，会通祝福别人的教会。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求呢，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激励阮、提醒阮。主，我要将阮的信仰定根伫耶稣基督顶面，甲耶稣基督结连。阮也要用阮生命中间最宝贵，奉献伫主的面前，分别为圣，来起造阮的信仰。阮也确信有一天，当荣耀的日子来临，阮会当像你学了讲，好去尽忠的奴仆，你会领受你永远的快乐。恳求主赐福保守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三甲来吟诗，圣诗第315首 A 调，圣诗第315首 A 调。温群做工无嫌劳苦，吟全首，请起立做伙来吟。
直接来奉献。另外，参与线顶礼拜的兄弟，请用信用卡刷卡、银行汇款、ATM 转账、划拨，或是要亲自送到教会1楼管理室，这个奉献的方式拢会使。但是，请注明捐款人的捐款项目。请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。慈悲恩典满满，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知阮的才能甲日常这情形，拢是你无限的恩典。阮愿意来回应你的听甲时，献本身做你的采用，搁献担保金钱做圣工的路用，请你甘纳。安尼感谢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请做伙来关心教会重要事工，咱来掀开周报第4页。集体关怀，本会会友李怡玲姊妹，伫9月29安孝主怀，定伫本主日上午11点20，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真爱三色举行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并参加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2，
本会会友袁琳达姊妹伫9月19日安歇主怀，定伫10月12日，就是即个礼拜三上午10点半，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至今礼厅举行纪念礼拜。而且伫10月15日，即个礼拜六上午10點，伫本会10樓禮拜堂舉行告別禮拜，請兄弟關心代禱並參加，願上帝安慰遺族。第三，本會會友孫志立兄弟是孫先生兄弟的小弟，是南美姐的小姐，伫9月27日安歇主懷，定伫10月13日，就是即个禮拜四上午10點半，伫第2殡儀館至今一廳舉行入念告別禮拜，請兄弟關心代禱並參加，願上帝安慰遺族。有一件歡喜的代志吼。第四，恭喜本會賴澤仁執事是賴勝亨長老、李美靜長老娘的公主，伊甲陳怡賢姊妹定伫10月2日後禮拜拜六下晡3點，伫本會10樓禮拜堂舉行結婚感恩禮拜，歡迎莅臨觀禮，願上帝祝福新人。第三，中央敬老自餐一日遊的活動，時間是伫10月25上午8點半伫教會出發，地點是新竹的內灣。費用本會在職的會友年滿65歲以上，中價100塊，其他700。報名請向陳美仙幹事列滿為止。以上的報告。這是要請蔡牧師來歡迎來賓，甲做無用的代禱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來介紹今日第一遍甲咱做伙禮拜的兄弟姊妹。才有葉中輝牧師佇咱的中間。葉中輝牧師，各位教會牧師，今日下晡要佇葫蘆團契來分享，都歡迎你。個另外一位是單結，應該是個咩姊妹？陳杰。姊妹哈，表姐哈，歡迎哈。其他個咱貴賓無介紹到，歡迎這兄弟，等下咱去甲咱的貴賓席，互咱做進一步的接待甲介紹。這個時陣咱同心來祈禱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謝你的恩典，阮感謝你佇過去的年日保守看顧阮。互阮得到平安，阮因為安尼獻上阮的學樂甲感謝，阮也感謝主，你互阮佇教會中間有美好的團結生活，會當彼此關心，互相代禱。阮特別為着阮集體中間有人失落親人的兄弟姊妹來獻上阮的祈禱，懇求主你佇因即個要緊悲傷的時刻，會當透過兄弟姊妹互相的安慰，透過你為因準備告別的禮拜，來明白生命的意義，來看見主你要賞賜阮永遠活的願望。阮中間也有歡喜的事，有人要建立新的家庭，求主祝福新人。我也懇求主你繼續帶領保守看顧阮所有的肢體，有悲傷失志的。懇求主親自安慰夫妻，有病痛求主你親自醫治。阮特別也要奉耶穌基督的名，祝福今日來到阮中間的兩位貴賓，就是單結姊妹甲葉中輝牧師。求主親自賜福保守看顧因，保守看顧因的身體心靈，一切攏順利平安。阮也將阮這個相鄰教會大家庭仰望佇主的手中，求主保守看顧帶領，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，阿門。
雄鹰圣诗第510首，圣诗第510首，俄勒天顶主宰吟全首，请起立做伙来吟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阮共受差遣。